上帝话，因为心内不惊上帝话，人要乐，不是因为无美流，人水干，不是无水。耶稣讲我是活命美流。耶稣讲我是活命美流。耶稣讲我是活命的水，就阮我的人拢袂了无，是我的永远袂醉。耶稣讲我是活命美流。耶稣讲我是活命美流。耶稣讲我是活命的水，就阮我的人拢袂了无，是我的永远袂醉。咱做伙过来唱《人要歌》。人要乐，不是因为无美流，人水干，不是无水通啉，因为心内不惊上帝话，因为心内不惊上帝话，人要乐，不是因为无美流，人水干，不是无水通啉。好，然后就会再从头到尾走一次，就这样，谢谢。测试，测试。
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这时咱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大声，请咱兄姐将咱的手机关伫震动，也是无声。敬拜俄罗，请喜恩诗班来吟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阮喜恩诗班来甲大家传敬拜的俄罗。咱伫即个主日的开始，咱来用俄罗、用祈祷、用感谢来找咱的上帝。这条歌呢叫做《人妖歌》，咱请诗班先唱一遍互咱听。人妖歌，不是因为无美妙，人水淡，不是无水通啉，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人妖歌，不是因为无美妙，人水淡，不是无水通啉。咱即摆做伙来唱《人妖歌》。咱做伙来唱来。人妖歌，不是因为无美妙，人水淡，不是无水通啉，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人妖歌，不是因为无美妙，人水淡，不是无水耶稣讲，伊是活命美牛。耶稣讲，我是活命美牛。耶稣讲，我是活命的水。就阮我的人，拢袂将落，是我的血换袂吹。耶稣讲，我是活命美耶牛。稣讲，我是活命美牛。耶稣讲，我是活命的水。就阮我的人，拢袂摇我，是我的血换袂吹干。咱搁一遍来唱讲，人妖歌毋是因为无美牛。人妖歌，不是因为无美牛，人水淡，不是无水通啉，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人妖歌，不是因为无美牛，人水淡，不是无水通啉。圣经的阿摩斯这本册内面写讲，饥荒毋是因为无饼，喙干毋是因为无水，是因为咱毋听上帝的话，毋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咱来甲这段的经文来记伫咱的心内面。咱来困读圣经，定听上帝的话，咱就袂阁枵，嘛袂阁喙干。咱做伙阁来唱一遍。人妖歌，不是因为无人喙美干毋是妙，无水通人水淡，不是无水通啉，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因为心内不听上帝人妖话，歌毋是因为无美人妙，妖歌，不是因为无美妙，人水淡，不
是无耶稣讲，伊是个活命美牛。耶稣讲，我是活命美牛。耶稣讲，我是活命的水。就管我的人，拢袂骄傲，生我的永远袂碎。耶稣讲，我是活命之牛。耶稣讲，我是活命的水。就管我的人，拢袂骄傲，生我的永远袂吹动。咱上尾再来唱一遍《良药歌》，毋是因为无美牛。人妖我不是因为无美牛，人水干不是无水通比，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因为心内不听上帝话，人妖我不是因为无美牛，人水干不是无水通比。继续，咱要来唱这条诗歌呢，是一条圣诗。咱在座的人应该拢熟悉这条圣诗。圣诗内面讲，救主亲像咱的牧者，伊来要带咱向前，咱来求救咱的上帝。救主亲像牧者带我，来。救主亲像牧者带我，我真欠过你看顾。伫你七水草坡之外，比伴又调来保护。救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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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回我心里。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收回我心里。你有永远要接纳我。你有永远要接纳我，随望远吹当可怜。你叫主笔写做有我，永远叫断岁岁期。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愿趁早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愿趁早归属你。圣经讲，咱若亲近上帝，上帝一定会来亲近咱。咱来上帝讲主啊，我真正足欠用你的，求你来帮助我，你来亲近我。咱来唱。我愿趁早来亲近你，趁早来行你旨意。多以亲爱救主是你，聆听充满我心里。咱来求救上帝。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聆听我的努力。救主耶稣，救主耶稣。
是伫即个时阵，阮真欠着你。检查阮心内有痛苦，主阮就来祈祷。检查阮即马真欢喜，阮就来唱歌。检查阮即马看病，主啊，求你来医院，互用天顶的油来抹阮，互阮的病会来得到医好。主啊，阮嘛来你的面前认罪讲，主啊，阮实在伫真济所在做毋好。求上帝你来怜悯阮的软弱，求上帝你来安慰阮的痛苦，互阮会当亲近你，含你做伙行。主啊，求你来听阮，互阮含你永远无离。咱搁来唱上尾一节，互阮趁早来亲近上帝。咱趁早来行伊的旨意，求主听咱永无离。互阮趁早来亲近你，互阮趁早来亲近你，趁早来行你旨意，多以亲爱救主是你，愿听充满我心里。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愿你听我的呼吁。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愿你听望咱上尾仔的这节圣经来这段的歌词来做咱的祈祷。多谢时恩诗班的合乐敬拜。这时咱要做信仰告别，请会众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殿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早做你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10篇。启应文第10篇，上时诗篇第27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
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步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就信靠上主，就信靠上主，阿门。请咱三甲来祈祷。是阮满满的上帝，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福分赏赐阮每一个人。阮的恩典也主你看顾阮，无论阮伫顺时、顺境，或者是逆境，主阮拢看见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主今仔日是你的主日，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来到你的殿里来朝见你。特别今仔日主日，你通过国际基电会，等家生长老来到阮中间来做分享甲见证。主求你的灵甲伊三甲伫地保守伊，互伊会当得到主你的智慧来投放你的信息，帮助阮的教会，帮助阮的会友，互阮的信仰会当更加坚固徛在。主求你甲伊三甲伫地，主阮也要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伫主日学的夏季学校伫今仔日来做结束。你保守阮，互阮伫即几工、即几日，阮一切拢会当顺遂，无论是伫老师、学生，拢有主你的灵甲因三甲伫地。求父上帝你继续引带甲带领。伫8月中，阮的教会福音队也要到伫复兴区三民教会伫遐来做服侍、做宣教。主恳求你的灵也甲因三甲伫地，互因还阁有1个月时间准备。主求你帮助因，互因有充分的准备，为着主福音的缘故来做祝福的服侍。求父上帝你看顾阮今仔日的聚会，头到尾拢有主你圣神引带甲带领。我安尼感恩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哥罗西书第1章21节到23节。圣经哥罗西书第1章21节到23节。和合本伫283页，汉语本伫229页。哥罗西书第1章21节。各恁平素伫歹的所行甲上帝隔断，心内做对敌。但伊伫肉体的身躯对伊的死，已经互恁搁再活，要互恁遮个正性无瑕疵、无通嫌的，徛伫伊的面前。若恁常常点伫信，有地基搁坚固，无受摇动来离开福音的愿望。这个福音就是恁所捌听见的，
阁是传伫天下拢总受创造的中间。我保罗已经设立做伊的册用。以上。即时咱要请陈长老来甲咱正道，伊是国际基甸会所派来，咱今仔日特别邀请伊伫咱中间，请。大家兄弟平安，有一遍机会来遮马街所设立130几年的教会，长老教会，愿祝福大家。咱先来压头来祈祷。去年爸，阮感谢你，今日我来到这间教会，毋是我经这间教会，是你经我来到这间教会。主啊，求你赐我所讲的，毋是靠我的知识，毋是靠我的能力，是你的稳定能力我的身躯。请你透过我的喙，把你的信息分享给遮的众兄弟姊妹。我咱的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日咱读一段经文，其中23节，地基阁坚固，无受摇动，要讲以前的事，先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咱大家拢知影，铁达尼号要沉的时，大家人拢去走，大家拢知影救生船无够，所以爱排队。其中有一个牧师John Harper，伊也是咧排队，但是伊出来讲基督徒站出来，莫排队，因为咱基督徒一定得救啊，教位让别人。伊讲第一遍无人插伊，伊甲讲第二遍有人插伊离开，到尾伊这样代志的时，我的人传转去到美国，伊死的时，独一个人去参加伊的迄个告别式，大家拢知影咱迄个报纸也是网络顶网讲，这个到尾的时，船要沉的时。船内底迄个乐队，因无走，因来继续在因的位顶悬遐，因演奏一个跟主较接近即条歌，大家想看卖啊？船要沉啊，大人要走，但是即个牧师甲遮个乐队遮个人拢无走，是安怎？因为因的心都坚固的。虽然危险，但是因尽因的责任，无摇动。就是咱今日的迄个经文内底讲的，地基要坚固，咱信主，咱地基要坚固，无受摇动。这段经文是哥罗西教会，毋是保罗亲自写的，是外邦人写的。外邦人写的是因迄阵的宗教不济。迄阵的是，嘛是迄个基督教、犹太教，有其他宗教，所以呢，迄个所在环境，台湾即马拢相共。咱台湾的社会，高靠独一个宗教庙市，毋嘛是宗教尔，生活、卡拉 OK、唱歌，独一个哥罗西教会迄阵的精神拢相共。和咱台湾目前的相共，拢相共款。咱台湾目前遮个庙内底，其实当求几项代志：福禄寿、求平安、有福气、有地位、有长岁寿，相共。咱台湾目前的环境拢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是咱要安怎？咱伫这环境内底，咱地基要哪稳固？咱咧追求主的路中间对毋对？咱地基要哪坚定？其中
咱大家信仰的部分，咱有是建立着环境，像上简单，像我是算第三代基督徒，我从细汉去主日学，大汉去教会，环境都安全的，但是出社会内底咧，环境改变了。像我迄阵哦，出来时点了，做贸易，做贸易的是国外的人、日本人来，你暗时请伊食饭了，毋是煞，了，佮请伊去啉酒，环境改变了，你的心会改变袂？所以有时咱的环境也改变的时，咱无办法，伊是适应即个环境，咱习惯会改，佮来新食。有时咱信仰即个代志讲某某牧师，某某伊有迄个医疗的迄个智慧的能力。我印象足深的，差不多20年前的时点了，我住内湖，我迄阵有时间，有时间的是你扭袂起来。拄好的是，阮太太讲有一个从印度来的迄个神医来了报道 ，OK， 我真正去听，当开始有当然有翻译，翻译了念着，一定讲有看病，请你来头前，伊要替你祈祷，真正，伊祈祷了对毋对？我只手举会起来，但是2、3日以后，袂当小工举袂起来。所以有时咱的讲，咱的信仰讲即个人足厉害，伊有神迹，咱信仰伊，咱有时会相信伊真正伊是迄个基督徒，咱会相信。但是神迹无要安怎？有时咱的信仰的是讲即个属灵的领袖袂歹，伊讲到都好诶，互你的心都清气诶，你会感觉讲较好诶。但是大家拢知影讲，独一个遮迄个属灵的领袖，伊是也是会跋倒。但是伊跋倒时，咱会感觉讲，伊同我相共，伊也是会跋倒。所以有时咱若靠这环境、神迹甲属灵的领袖，万一因拢无的时，你的信仰就感觉无。所以咱信仰的迄个要放伫这一个所在，咱迄个马太福音内底有讲，咱进入咱耶稣基督顶悬，马太福音第7章24节有讲，既然听我的来行的，要比知识的人去伊的厝着石盘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一间厝，也无倒，因为地基伫石盘顶。咱的信仰毋是建立伫某某人、某某神迹顶悬，是建立伫咱耶稣基督身躯。所以有时咱的信仰的部分，咱袂当去靠别人，靠主耶稣的部分。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头10几年前的事，迄个南投大水冲落来，女社伊迄个去到迄个河水的边仔尔，互跋倒落，即种代志我大家拢有听过啊。好，咱的信仰靠主耶稣，但是哪有够无够？你有办法讲无受摇担无？大家拢知影约伯伊信上帝，拢袂歹，但是咱大家拢知伊捌失去财产，查某囝也无，伊家己身躯一大堆病，保罗家己讲的，伊捌去互拍5遍，用棍仔拍3遍，石头等1遍，伊也捌死过1遍，反抌落去城外，到尾伊阁转来。所以有时咱拄着这困难的时，你的心会摇担袂？所以换是你，
你会相信主吗？信袂？你会相信袂？你安怎坚定无？马太福音在1章内底讲，路可派重担的人，就来我遮，我要互你安息。所以相共，咱来爱迄个看咱的主耶稣。咱有时感觉都拄着就困难，要安怎？咱来继续看咱主耶稣，因为咱拄着困难的时，咱也是要倚靠伊。咱基督徒通别个宗教，无共个所在，咱有永生的盼望。咱通其他宗教可能讲我这世间内底有福气、长岁寿、有财产。咱基督徒毋是求这个，咱是求永远的活命。所以咱读圣经祈祷。有人咧想讲，咱的愿望是对，咱的愿望就是咱的主基督，咱主耶稣的应允是对，的福音，基督伊传这福音，互咱知影讲，咱以后要安怎？福音的根基是对，在圣经内底，所以咱基督徒内底，咱有拄着咱问题。到尾爱转来到圣经内底，圣经内底字一点拢袂当改变，所以有时阮的咱迄个基电话，也是我的迄个相连部内底的事，对毋对？咱有我无啥意见无啥共的事，咱也依靠咱的圣经内底安怎讲，毋是靠你我的话就敢讲。所以是咱大部分讲的是咱的迄个福音的事，咱就爱传到一部分，咱的圣经部分。读圣经有当好，咱看这水流迄个竹篮子，流了水流出去，但是你水一清，这个竹篮子愈清愈清气。小讲，咱读圣经，有时咱读到咱会可能袂记，1、2日咱就袂记。但是你继续读，你读，互你的心灵会当较清气，通这用水冲这自然小讲的道理，过来甲大家讲一个，这是阮迄个岳母，伊是迄个宜兰长老教的名誉长老，伊迄个算胰脏癌，胰脏癌一般来讲发现的一定袂赴啊。医生甲伊讲，剩3个月左右尔。你想看觅啊？人伊知影讲，家己一定看病，3个月以后要离开这世间。你想伊是要安怎？但是伊继续。逐日会早读圣经，这是去年10月25点40，因为伊来住阮兜，阮太太同伊困做伙，伊会早起来，阮太太当然会精神解翕。伊透早6点还袂到，伫咧读圣经，是安怎？因为伊知影讲，我要离开这个世间，但是我也是要继续读圣经。所以咱毋通讲读圣经无效。头拄仔讲的，水冲竹篮子，愈冲愈清气。所以有时咱教会有人讲要读圣经查经班，大家讲甲无知安怎。其实，通咱读册相共，咱读，互咱智慧会当愈济相共的意思是安尼。再来讲一个迄个这个叫做迄个乔治穆勒，乔治穆勒，伊这故事独特别的，伊用叫做孤儿之父。这成品内底有咧卖伊本册，伊设计一个孤儿院，
你孤儿院和别人无共，一般你设计时，你一定要去找人募款嘛，来支持即个伊个孤儿院，毋是讲一两百个，是几千人。但是伊要出外去募款，伊要出外去募款，伊拢用祈祷，自然主的时，就甲伊迄个有人赞助，就安尼，伊要主动出去。有一遍的时，11:20的时，因11:30要食饭，11:20的时，因的迄个煮饭的甲牧师讲，牧师，咱无面包，无物件通互伊食囡仔，要安怎？伊甲伊讲，甲这煮饭的讲，你甲我问，毋对吧？这囡仔是上帝所照顾的，我毋是这囡仔的老爸，所以叫伊讲，你莫甲我烦恼，你要照原来的所在，一般怎做，就是摆碗箸摆好，照原来安尼。这个煮饭的讲，无物件要怎互人？你摆遮迄个撇仔、刀仔有等效，但是也无办法，继续摆。摆了，遮囡仔拢入来。入来是要安怎？逐个看，刀仔顶无物件，你看我，我看你，要安怎？即个迄个煮饭的甲牧师讲，要安怎？迄个牧师讲，主上帝会照顾因。头11:30的时，有人试电铃，有一个迄个人开迄个一个卡车送食饭的面包过来，是安怎？拄啊好因隔壁有一个工厂，迄个工厂的是拄啊好会早加去歹去，因拢有订食物件，订来，因为会早时加去歹去，这头家老板就讲，甲因这工人讲好，恁转去，因为爱修理嘛，修理的时无这工人也无代志做嘛，所以叫因转去。但是送遮的人送来要安怎？这头家讲隔壁有一个孤儿院，你送去互因。所以因试电铃，甲遮的物件送互这孤儿院。乔治穆勒，伊的心都坚定的，伊拄着困难的时，伊袂讲要安怎，伊相信主保阮。所以伫这故事内底，咱会知影讲，因拄着困难的时，因继续坚定因家己的信仰，无因为讲困难，像迄个保罗，伊去互拍，传道去互拍，伊也坚定伊的信仰的部分。所以伫这个故事内底，咱会知影讲，无简单。咱会当像遮的人相共，咱的信仰坚定，咱拄着困难的时也无摇动，这是咱正迄个讲道的部分，甲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来，咱简单介绍咱基甸会的代志。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基甸会是专门送圣经，找人领人归主，甲大家报告，因为恁的爱心的疼。部分，我目前基甸会超过200个国家，会员全世界24万外，1秒钟，你心跳1秒钟，我送1.6本的圣经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当然基甸会送的所在国际有去迄个旅社，有下校军队内底，有特别的送去海外。大家感觉奇怪，你送去海外是安怎？我当前基甸会国际理事去参加国际大会时，问印度
迄个基电会总会长，恁一个月会当送100万本，安怎送的？台湾去年送无25万本，规年哦，送无15万本。印度一个月尔哦，送100万本。问讲恁安怎送的？迄个印度基电会总会长讲，因为阮无钱，所以阮一个月人送100万本。因为印度伊送，伊需要其他国家来支援伊，吼。当然其他国家的钱偌济，因甲人印偌济本的圣经嘛。所以有时恁的奉献，包括阮的奉献，印圣经。毋嘛去送咯国内遮个迄个学生啊尔，女社也送咯国际其他国家。最近迄个乌克兰的战争对毋对？阮基电会也有送去互因，因为毋嘛去台湾送去。阮迄个国际年会拄前几日迄个美国举行，迄个乌克兰有2个人去参加。又讲全世界一定送因头尾200万本的圣经去因国家安尼啦，就是因有需要，因走去别个国家，因要看圣经，因离开厝里的时，可能无时间准备带物件，但圣经可能袂复杂，但是因走去英国、德国的时，有即个圣经会当互因。这是阮基电会毋单是国内呢，国外有，甲大家讲一个真正的见证，叫老鼠尾，鸟鼠仔尾，咱的迄个会降到内底，大家知影无办法食粉，食粉拢偷偷食，一个粉卖足贵的，所以因拢甲粉原来粉的时甲伊拆开，当开始的时。去用咱的报纸卷好好，但是台湾的报纸有油墨味，你食臭臭。其中有一个人，伊足聪明的。阮基电会有送去感觉有送圣经，咱即种是圣经纸，伊发现到这圣经纸包粉，食起来足香的，伊到尾即个更生人有来阮基电会演讲，当然问讲你是安怎，伊就讲即个故事，伊大家会想讲是毋是看圣经内底伊就得救？毋是，伊是食几本，要3本，所以有时阮甲讲笑讲，阮基电会是看圣经，你是食圣经。伊食要2本外，还袂3本。到尾来是因关教会人讲，拜托诶，人送你圣经，你也是真足看者，你袂使食嘛。所以伊会听伊诶话，会讲，拄啊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所以人若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诶，旧诶代志一定过去啊，但拢变做新诶。因为即句话互伊感动，所以伊出家了，伊会做伊的见证，信基督教。所以即本圣经有时我毋知影你放的遮一个所在，当时主的稳定的领导，我毋知影，全部交主伊的意思。这是新的迄个见证的部分，我来讲。阮基电会当教会管理安怎？大家拢知影基电会送圣经，迄个遮学生啊、女社，阮带遮个人入个教会，教会经过牧师，咱遮个长老的栽培，送来阮基电会。有时阮基电会需要因带导，阮奉献。有时阮要做同工，了基电会训练遮个人，倒来教会做一个传道书，
像阮基电会逐项讲，阮叫做联合释放，逐个拢做伙出来传主的福音。所以有时即美国一间教会内底讲，咱要帮助一个团体有20几万个宣教师，就是基电会。阮出来经过基电会训练了，会当转来回馈，转来教会部分，有人咧讲基电会，加入基电会有安怎？但有读圣经，阮有早顿祈祷会，祈祷会是毋但祈祷啦，阮有读圣经，有分享。基电会毋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属灵的，逐个做伙。像我逐个拢知影讲，恁囡仔读册，你希望恁的囡仔入去好的学校。头拄我问的，恁桃园地区上好的学校是富林中学，学校是好无问题，但是啥哪好？是老师好，无一定，是遮的学生用热爱，逐个学生同学互相勉励，互相支持。像我的学校教册，即摆退休会大学内底教册。阮逐年拢爱去参加研讨会，是安怎听别人的知识，专门的知识，互你会当较愈敖。小讲，阮参加基电会，阮早顿祈祷会的时点了，咱发现遐属灵的长辈，伊对圣经的伊会讲的，阮会当灵性、灵命会当较清楚。所以加入基电会，毋嘛是付出。阮出来，出来上圣经、流歌，但是拄遮属灵的长辈，逐个互相勉励，你会让家己的形象，这个部分是安尼。所以，恁会当替基电会做等于代祷。头拄讲的，阮有时去上圣经，前礼拜有迄个叫做指考，即摆改做分科测验，英国大学联课，日头不严呢，出去上圣经，阮有时感觉拄纸的，但是有恁的后壁甲阮带倒，阮会感觉会当坚持落去。过来，恁的奉献，恁的奉献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全世界需要。头仔讲的印度的部分也是需要，因需要圣经。台湾独一个所在也是需要。过来，阮上重要是同工，主的代志，主的工课独一个，要收的工人足少，所以阮希望愈一人加入阮基电会，大家来为主做工。所以有时阮讲的，阮基电会去教会伸出宣教的手骨，为着这个代志，阮也希望大家来加入基电会，大家来做伙为主来做工，多谢大家。咱多谢基电会陈长老替咱伫遮来做信息的分享，甲正道。煞咧咱要唱圣诗，咱的圣诗553首，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用主疼痛来保养，互人心无生锈。为主来做伊干净，阳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阳光救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罪已干净，严格救主耶稣。会众请坐，即时来奉献，请柯明伟执事、苏依玲姊妹执事。请会众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在先，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来读两遍。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喘，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活伫主，毋是空空。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请。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喘，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伫毋是空空。消息报告：本主日7月17号，为着基甸会主日咱有欢迎陈长老到伫咱的中间，来直接甲咱正道甲分享。多谢陈长老，请咱兄弟继续为着基甸会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第二，得胜者团契要伫第一场礼拜煞了后，伫10点半
要伫4楼来练歌，请同工结束了后到伫6楼来练歌，第4楼来练歌，4楼改做4楼练歌。下主日7月24号，第一场礼拜要颁发2021年圣经速读奖励名单如下：建成清略、曾淑丽、罗明珍、黄碧霞、张春莲、林瑞淑、屈慧玲、王浩杰、简丽兰、林丹淑珍、陈素颜、简碧慧、柯中勇、黄团棍、曾玲荣。以上念着咱伫下礼拜咱有奖励。财务会议报告，伫中昼12点半，伫7控1教室召开，请财务部的会员来出席参加。教会消息报告，第一，财务报告，咱会友有侪信用卡的奉献，因为逐间的银行入销的时间无共款，所以对你奉献甲肯定这个周报这个中间有差不多10天的时间，所以这个中间恁若有发现到会当向办公室还是向中职来做询问嘛请会友来谅解。也未领取的这个在职会员，咱伫2023年的迄个中职有选票，未领取的，请咱到伫6楼办公室来领取。第3点，妇女团契甲妇孺团契联合聚会，要伫今仔日第2场礼拜煞了后，伫705教室聚会，有准备便当，请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第4， 7月到9月中间这个新眼光就是已经追求美善属天价值欢迎咱兄弟到伫办公室来领取大多数项就是为着8月14号，咱教会青年要前往复兴区3明教会，就是咱的姊妹教会，要伫遐做宣教的服侍求拜上帝因带带领圣神带领也望咱的兄弟为着这件事特别来带祷。以上的报告，请陈组织长老来做补充报告甲介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牧师身体欠安，所以我来代表牧师来欢迎咱今仔来咱的中间陈长老伊是教授啦，大学的教授。特别早起时对台北来咧赶来，我咧烦恼讲，伊就找无即个所在咧，提早7点就来咧所以咱直接甲感谢。我特别要介绍就是咱陈家生长老啦，伊伫台北第1教会的长老，我做过传道部甲教育部部长啦对即个信仰的方面根基真知，所以今仔日早起时甲咱分享，代表基联会直接咧做见证，咱特别要来欢迎伊即时咱来邀请伊佫起来一下，咱甲拍拍吧。特别咱关心咱这会友的信仰今仔日有介绍真侪版的这个圣经啦，这圣经的要紧性咱大家拢知。总是迄圣经救人咱看咱毋捌同样的。总是呢，我亲身会感觉，我直接简单讲一下。10多年前这个中立分局。迄个分局内面有一个工友来找我，姓罗，伊伫即个罗湖教会内面做长老，找我咧，找我讲因囝叫杀去，互判死刑啦，死刑啦，就找我讲你甲我面会一下，我就赶紧去面会因囝了，因囝一个少年才20岁尔，身体佫真粗勇咧，
我讲啊，你捌出去教会也毋捌啊？伊讲较早细汉就学主日学，落尾怎无去啊？我讲啊，你是怎样呢？叫破死刑。伊讲吼，我来抢一个老伙仔，抢伊表啊啦。啊，怎啊甲等咧迄水个咧，我煞淹死去。啊，所以要叫看着吼，啊，咱甲报警察啦，怎啊甲掠去？哦，判死刑，咁要找我。哎哟，我讲我咧这种判死刑，这强盗杀人，这哪有法度？落尾吼，我为祈祷了，我为祈祷啊，伊无感动啦。啊，落尾我第二摆去甲面会阵，我送一本圣经互伊啊。我讲啊，你认真爱看了，啊，你人要死啊吼，啊，你啊认真看到效。我讲有啊，那无效，来看圣经咧。啊，看完了以后吼，我到面会阵，伊讲吼，我毋捌讲遮认真咧看圣经。即摆吼，我看到迄路加福音15章吼，龙柱回头的故事吼，我看到目屎直流，规暝煞都袂好困。我讲啊，你有悔改无？伊讲我很悔改哦。我讲啊，你紧写一个，写一个讲我即嘛认罪啊啦，哦，我不应该安尼做。若讲决定出世要做人，我要做一个好人。我你讲，哎呦，写好我，我讲写我摕法官看，法官讲诶，很好，你有认罪吼，啊，佫有通救了。我听一个安尼心煞放落。结果吼，该判15年啦，啊，即嘛吼乖乖去教会，才认真咧服侍啊，迄老爸来甲我感谢讲。是你救了他，我无咧，是上帝拯救他。通过一本圣经吼，还悔改认罪改变啦，为世人改变。所以你甲看，咱一本圣经吼，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安尼，则要紧的。啊，所以咱基联会哦，你这上圣经要互人，啊，毋茫讲逐个拢会来参与咯，来参加讲，啊，你上圣经，恁这几个人尔无够来，我甲恁斗送，哦，欢迎来遮报名，我遮有报名单了。讲我来报名咧，要来参加恁遮基联会，啊欢迎你来。哦，啊你讲啊，基联会圣经拢送互人，啊这毋是爱需要钱，哎哟，啊无恁逐个认真奉献，咱一本才80块尔，啊你爱拯救人的灵魂，啊真有价值，啊欢迎恁来奉献。啊第三大岛啦，啊基联会会友吼，遮清华的全国啊，遮清华的，咱即个桃园市会嘛，才20外个尔，20-30个。嘛无够力，啊！毋茫讲吼，逐个为遮祈祷，互咱逐摆去去送圣经时阵吼，搁较有力，莫定咧拄着风台，无就倒了歹巴肚。他要送圣经，咱无几个人伫啊，所以咯，毋茫讲逐个当吼为遮关心啦，为阮来代祷啦，吼，这基联会。啊，即时啊，我来介绍一下吼，咱这朋友啊吼，这我咱基联会会友啦，伊伫这圣教会主会啊，今日有来，吼，咱邓志璇有伫个无？啊，蔡信伟。有啦吼，请你起来，站起来吼，大家拍无啊，哎，查某囝啦，哦，邓慧文啦，欢迎你，欢迎女儿起来哈，对，你们这样子来哈，给我们啦，鼓励啦哈，啊，非常感谢啦哈，啊，请坐，啊，咱中间要有新来的无介绍到的，拢无吼，啊咧，为咱家己拍一扑啊咧，哦，咱这个疫情这严重吼，拢有来，上帝祝福咱啦吼，以上我简单补充者，啊，特别是为咱。8月14啦，咱这青年吼，要去这三民教会，咱的姊妹会，要伫遐吼，有这个暑假吼，要给咱辅导啦。啊，咱为着这青年吼，甲因鼓励，啊，为因关心啦。吼，因讲去遐去，免口放压定，啊，咱身体较弱，吼，啊，伫遐咧辅导这青年，吼，咱为因来祈祷啦，吼，以上。啊，请咱来吟上营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咱请单组着长老来祝祷。请会众起立。我的恶中
同心按头来祈祷。先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今仔早起时呼召阮逐个众人来到你的圣殿，伫这个所在你敬拜服师主。就你感觉阮今仔早起时的敬拜，望主你将这个圣经、你的真理的道理来引传来带领阮，互阮一世人拢跟对你的脚步，来伫你的光的照的下面所行的一切拢合你心意。主啊，求你怜悯阮，特别是互阮今仔日讲完，阮陈教授伫阮的中间祝福伊的脚步，互伊来服侍主。每一日拢得到主你的开力，互伊来得到智慧，伊所做的工拢无空空。感谢落你，啊，祝福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幸福。感谢主，即时我们奉你的名，天父上帝恩典、圣囝耶稣基督圣的恩典，甲圣神的相通，甲阮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咧，对即时到永世界的无尽。阿门。遮济，来，咱来行平安礼啊！请咱向咱的头前、后壁、倒边、正边请安，愿主祝福。